我睇到有篇網上文章，將某個著名大學嘅數學系稱為諸神嘅黃昏，講好多尖子入到去都被狠狠教訓，適應唔到數學系嘅課，大一之後只好轉系離開。數學系真係有咁困難咩？讀醫科、法律、工程嗰啲系亦好難啊，數學系真係好特別。雖然話大學每個院系嘅同學都有佢哋要面對嘅挑戰，但係數學系確實有其獨特嘅困難之處，係其他院系嘅學生唔會想象到嘅。有乜嘢獨特嘅難點呢？數學系學生面對嘅挑戰係要認識數學嘅本質，將以往中小學階段對數學嘅印象同學習方法拆咗重構。拆咗重構？有咁嚴重？係啊，而呢個重構過程係好多人冇預料到嘅，唔似其他學科，學生未入學前就可以合理設想到要面對嘅挑戰。例如人文社科學生要學各派學者嘅互相針對嘅理論，寫論文批判分析；自然科學學生要學習深奧嘅現代科學理論，並且要做實驗同寫報告。工程學系新生會預期大學課程將理論同實務結合，進行好多專案設計。然而喺高中相關文理科目已經建立咗知識基礎，大學嘅理論係喺高中嘅基礎上一步步延伸。高中到大學嘅轉變亦係循序漸進嘅，而中學生亦較易接觸到科學普及嘅資訊或者人文社科刊物，對大學要學習內容有初步了解。醫科嘅新生預期醫科會有高強度嘅記憶學習，好多考試，長時間嘅臨床實習。法律學生預期會有大量嘅閱讀同寫作，複雜案例分析等。呢啲學科都係傳統認為嘅精英學科，學科難度高，眾所周知。而且亦有唔少人分享醫學同法律嘅學習經驗，新生對於學習生活有大概認識。至於應用數學，雖然亦要學習一啲現代數學理論，但學科課程嘅重點在於利用數學理論應用喺其他學科嘅問題上。對於理論要求不如數學系咁樣嚴格。所用嘅數學理論通常比較具體同着重計算，例如微分方程、數值分析、數值線性代數等，目的係建立數學模型、編寫電腦程式。新生對嗰啲同應用數學交叉嘅理工學科比較熟悉，之前亦可能接觸過編程。但係數學系呢？一個新生可能只會模糊咁認識到，將會學習好抽象嘅嘢。但到底點樣抽象？數學系都有邊啲課？每門課要學嘅係乜嘢？同以往喺中學有乜嘢唔一樣？呢啲事絕大部分新生都唔知道，佢哋嘅中學數學教師亦唔一定知道，因為教師可能唔係數學系出身。中學生唔識大學要學嘅知識好正常，否則為乜嘢要上大學？數學系同其他學科有乜嘢唔一樣？數學系另一個獨特之處，在於純數學學習嘅對象本質，唔係具體嘅事物，而係抽象嘅概念。其他學科學習嘅對象，一係物質世界現象，一係研究社會現象，一係學習解決實際嘅工程問題，呢啲都係好具體嘅，可以觀察同感知。數學就唔一樣，研究對象就係數學家嘅心智嘅創造，就好似數學分析嘅基礎概念，極限嘅嚴謹定義，完全係由數學家創造出嚟，取代物理學嘅含糊直觀。雖然有研究對象係從外間世界啟發出嚟，例如從物理嘅電磁場啟發出向量場嘅概念，但係數學中都將呢啲對象嘅外面嘅表象脫去，只留下對象嘅本質。例如數學定義向量場為喺 Rn 嘅一個連續開閘上定義嘅向量值函數，每個坐標分量係無限可微嘅，就稱為光滑向量場。而且因為數學嘅知識係累積性嘅，理論正確就唔會被取代，只會被拓展，唔似其他學科新理論取代舊理論。數學知識體系龐大，
而大學本科教學時間十分有限，我哋往往唔會提到呢啲概念中間都經歷乜嘢發展過程，直接將發展出嚟嘅最後結果，亦即係最抽象版本嘅概念同理論，用最簡練嘅邏輯演繹出嚟。於是學生就會感到呢啲概念好似從天上跌落嚟嘅，唔明白背後嘅動機。例如，你記得大學嘅線性代數係點樣介紹向量嘅？我知道，就係將坐標當作向量，然後有一啲矩陣成向量，係咪？你呢個係中學生嘅版本，唔係大學線性代數課嘅向量。強調理論嘅大學數學系線性代數課一上嚟就會直接用公理定義向量空間。向量嘅定義唔會用到坐標。從數學角度睇，坐標係外來嘅，唔係向量嘅本質一部分。首先係定義代數結構嘅 Wakefield 嘅定義係乜嘢？咁樣就有幾條公理。有左域嘅定義，就會定義喺一個域上嘅一個向量空間嘅公理，描述向量空間嘅運算性質。凡係適合呢啲公理嘅空間就叫做向量空間。至於坐標向量，係要先定義生成集線性無關嘅概念，定義基底係線性無關嘅生成集，再證明如果有限個向量嘅基底，咁所有呢啲基底都有一樣嘅向量個數，從而定義有限為向量空間嘅維數，再證明選定一個基底，每個向量都可以唯一表示為呢個基底向量嘅線性組合，根據呢個結果，先可以定義出對應某個有序基底嘅坐標向量嘅。點解同工程學嘅線性代數咁唔同？呢個就係數學系另一個難處啦。其他學科唔會教呢啲理論，只會教認為實數坐標向量。因為呢啲學科對數學嘅態度係工具，只要會用就得。但數學系係研究數學各個領域嘅理論。以往喺中學時候，學習數學嘅目的主要係以掌握工具解題為導向嘅。雖然亦有平面幾何嘅定理推導作為數學公理系統嘅示範，但係學習目標都會放喺點樣解題上。然而上到數學系，學生發現要對數學學習進行範式轉移，唔將數學當作工具，而係將數學嘅理論按部就班咁建構出嚟。於是就要嚴格定義每一個概念，再嚴謹證明呢啲概念嘅性質，得出一條又一條描述呢啲概念嘅性質嘅定理。學生需要理解同記住呢啲定義、定理同證明。至於其他學科都係將數學當作工具，所以即使要碰到一啲數學理論，好似線性代數、複變函數之類，但只係點到即止，唔會太深究證明，延續中學數學嘅解題思維。所以數學係學生要克服嘅獨特困難。第一係學習對象無法觀察感知，第二係學習方法完全改變咗，唔再係套公式解題，而係學概念、定理、證明。數學系嘅嚴謹性亦遠比其他學系高得多。以往中學咁樣引用結果代公式計算，算出答案或者證出一個結果，只要步驟大致正確就得，就算跳過幾步亦冇關係。學過競賽嘅學生，接受訓練時學過好多特別技巧，數學競賽時就嘗試用呢啲技巧解題。上到數學系之後，唔可能再採用呢種方式做題。呢個同佢哋以往中學數學課嘅學習經驗完全唔同。數學系嘅功課要求學生要證明一啲結果，要求佢哋嚴謹寫證明，對抽象嘅概念進行邏輯嚴密嘅推理。尤其佢哋係數學嘅初學者，推導步驟要求就更嚴格，寫證明要好小心，一步亦不能省略，唔可以好似專業數學家咁樣，將一啲較簡單嘅中間推導用一句顯然可知省略，而係要冇任何缺漏夾嘅完整證明，以顯示佢哋掌握咗抽象概念，亦識得完整證明。其他學科嘅學生就唔一樣，冇咁樣近乎苛刻嘅邏輯要求，好似自然科學、
理論嘅衡量標準係能唔能夠預測實驗結果。社會科學通過調查、統計等方法建立理論，好嘅理論能有效解釋社會現象。人文學科目的喺詮釋文化現象嘅意義，做到自圓其說。醫科嘅臨床診斷標準係基於病例嘅數據統計，工程學只需要對現象近似描述，接受由實驗得出經驗公式，滿足工程技術嘅需求就可以，而唔需要理論解釋經驗公式。呢啲學科都有其他嘅標準，唔係睇邏輯嚴密。難怪就算一個國家科技發展好迅速，數學研究亦未必喺世界前列。表面上工程學用到好多數學公式，但係工程同數學嘅底層運作方式完全唔同。讀法律唔係都好講究要邏輯思維咩？同數學嘅邏輯思維有乜嘢唔一樣？法律學院學生雖然亦着重邏輯推理，但更多係依照案件證據同法律原則等進行推理。邏輯推理嘅目的係要加強說服力，達到最有可能嘅結論，而唔係做到完全無誤。而所使用嘅係自然語言，概念亦同人類社會相關。法律學院學生喺中學時寫過論述文章，對於呢種論證並唔陌生。至於數學系嘅邏輯推理，係要對定理中關於抽象概念嘅前提條件進行推理，運用已有嘅引理、定理同概念，推出定理嘅結論，要求推理嚴絲合縫，絕對無誤。而所使用嘅係完全形式化嘅邏輯，係入大學之前從未經歷過嘅。以往做過嘅平面幾何證明係有具體圖形輔助，同大學嘅純數學好唔同。因此數學系學生同法律學院學生嘅推理係有本質上嘅分別。所以數學係對學生嘅邏輯思維有好高嘅要求啦。係嘅，例如數學家 Andrew Wiles 1993年證明咗超過350年嘅數學著名難題費馬大定理，但後來被發現中間有一個漏洞夾，因為呢個夾使得證明無效。佢於是揾咗學生 Richard Taylor， 用1年時間先揾到方法修補漏洞，正式解決咗呢個難題。假如佢無法修補呢個漏洞，咁佢咁多年嘅心血就白費啦。冇錯，所以數學係要求學生要嚴謹思維，一步亦唔慳得，就係因為數學嘅邏輯性有絕對要求。另外就係數學知識結構嘅特別性，係一環接一環嘅，一門課後面嘅概念同定理，都係建立喺了解咗前面嘅概念同定理上面。如果學生中間有不了解嘅地方，後面嘅課堂就聽唔明。唔似其他學系嘅課，各章內容係互相獨立嘅，就算中間有啲章節內容唔清楚，後面嘅章節內容亦可以聽明白。舉個例子，複變函數課如果唔知道解釋函數嘅恒等定理，就唔會明解釋延拓嘅概念。咁樣就睇唔明像落石同石嘅平方跟呢啲多值函數嘅黎曼曲面點樣構造啦。咁數學系嘅學生逃課，又唔自修學習補返，之後就好麻煩啦。你講得冇錯，中間唔明白嘅話，後面嘅課嘅內容大多數都聽唔明白，跟唔上啦。另外，想自己閱讀數學書，亦會發現好唔容易，因為書中嘅邏輯密度好高，頁頁都係定義、引理、命題、定理，然後都係證明。證明嘅每一句都包含一個邏輯推理步驟，學生要一句句咁思考。而且書後面亦會引用喺好幾章之前嘅引理或定理嚟證明新結果，呢個時候就要不停來回翻閱，重睇前面嘅內容。有時候一個地方諗唔通作者點樣證到結果，可能要花好長時間去諗，仲要重睇之前嘅內容，睇睇有冇理解得唔夠。數學書雖然睇起嚟唔似醫科書咁厚，但其實閱讀起嚟係好難嘅。冇錯，雖然數學書唔似醫學書咁樣有海量嘅資料，但係讀每一頁每一段都係要好多思考嘅。
我哋講咗數學係咁多嘅獨特嘅難處，但並唔需要太害怕，只要適應咗純數學嘅特性，就能欣賞呢啲概念之間各種妙不可言嘅關係，亦能欣賞數學家創造出呢啲概念定義同定理證明嘅奇思妙想。每個定義、定理都以嚴格嘅論證為基礎，喺邏輯上層層遞進，就好似睇住一粒小種子逐漸長成一棵大樹咁樣。呢個就係純數學嘅與別不同嘅永恆美。